花莲石腿坪海域是保育车久背，也有人讲是五角背的重要基地。不过最近有5粒车久背去互淘汰，海保署讲会协助监测甲调查。闯入去大海就看到真水5粒背藏伫船塢岛内底。花莲石腿坪海域毋但风景真水，也是政府甲当地民团保育5粒背重要海域。不过车到去团是风头恶去。巡守队员通知说，那里的车距背不见了，可能是我们放置的位置在浮潜区。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对车距背有兴趣吧，就把它挖走了。石腿坪沿海菜就和5粒背的牌啊，港口部落社区发展协会甲花莲县府海保署合作，原本预计今年要分区保育30到40粒的5粒背，气象污糟。花莲县府讲，建议伫保育区内底甲相关物种列做花莲保育物种。我们也会再跟在地的伙伴们，针对他们的需求，来看看在我们的保育区内是不是要将这些的相关物种列为我们花莲县内的一个保育的物种。那花莲屏东、台东甲平湖这个所在拢发生过头污的事件。5粒背近年来因为过度采污，也有环境污染这影响，数量大幅下降。台湾2022年把建议甲7种的5粒背列做珍稀的保育类，不过因为文化这争议渐慢入管，只有平湖甲台东是明文禁止采污。珊瑚是很重要建构胶体的物种，那像砗磲贝其实也跟珊瑚类似，它的壳啊，还有它固定在那边，也会吸引其他的一些生物就住在它附近，甚至于是住在它的壳上。113年5月公告砗磲贝保育计划，从砗磲贝的一个资源监测调查，强化相关的人工繁养殖跟富裕的可能性。海保署讲，虽然5粒背也被列做保育物种，不过去年已经公告保育计划，对着石腿坪海域5粒背风偷污气问题，也协助部落加强来监测，更加完善保护5粒背。记者综合报道。